Hello，大家好，又係我多媽。今次咧就啱啱收到一件實物，覺得好靚，咁啊值得推薦俾大家。咁呢個究竟係乜嘢咧？咁咧佢就係一個森林風自然風格，用木製嘅一個3層嘅隔熱墊。咁佢用嘅時候咧可以分開3層，每一層咧都擺喺台面嘅時候咧就可以做一個隔熱墊，將你啱啱煮好嘅嘢食啊，各樣嘢咧擺喺度咧就可以保護張台啦。咁佢唔用嘅時候咧，亦都好簡單，將佢咧擺翻喺個座上邊，變成一個擺設品。因為咧佢全個都係實木做嘅，咁所以咧你見到佢咧有一個自然嘅木紋風，亦都非常之襟用。因為佢唔係膠啊，唔係嗰啲石啊，所以咧佢可以好襟用。擺喺台面咧做一個裝飾品咧，亦都好靚，好有自然嘅風格，令到屋企咧增加啲氣氛。咁非常簡單用啊，就咁拎出嚟擺落去就已經搞掂，又襟用啦，又環保。大家覺唔覺得都好靚咧？咁擺喺度就已經好有藝術感。好靚啊！呢個最緊要係乜嘢啊？最緊要係咧，我已經喺幫大家格個價，因為上網見到咧呢啲咁靚嘅木製品咧，其實閒閒地咧都30蚊加稅。咁我而家揾到呢個供應商咧好抵，佢只要13蚊就要手成 set，仲要唔需要再加稅喎。咁你可以將一件咁靚嘅藝術品擺喺你屋企，就咁擺喺台面都已經唔覺得佢牙擦，仲有一個氣質，我覺得非常之好啊，又實用又美觀。大家不妨可以訂一個啊，13蚊咋，木製品好靚啊！多謝大家收看，拜拜。